各位观众早，欢迎收看今日正月初八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一开始，要提醒乡亲，流感是进入高峰期啊！顶礼拜有超过11万人次因为类流感去医生看，流感的重症病例嘛有加79例，而且有2例流感死亡的案例。 流感疫情进入高峰期，顶礼拜国内类流感门诊诊达到11万3000人次，甲前一礼拜比起来是加一寡，而且新增加79例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有2个人因为流感并发重症来死亡，分别是北部67岁的女性，甲南部47岁的女性。其中47岁的女性有癌症病史，11月中出现发烧等等的症头，所落来病情向向变严重，落尾因为肺炎败血性休克转来死亡，发病到过身无到5天。 送医之后呢，其实在 X 光上面就有发现他是已经有并发肺炎的这个状况。那后续也在血液培养的时候检出细菌，所以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并发肺炎的情形以及后续的这个并发败血性休克而死亡。 若是中国武汉发生不明原因的肺炎菌组感染，目前累积个案达到59例，因为感染源也未确定。台湾疾管署宣布，从即马开始，甲中国武汉市的国际旅游疫情建议层级提升到第1级的注意，呼吁往回武汉的民众唔通接触野生动物，嘛唔通出入病院等等的公共场所。提醒民众到当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接触这个禽畜、野生动物，还有不要避免去医院、去市场、活禽市场也避免这个接触病人。疾管署表示，已经照海峡两岸医学卫生合作协议发函予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方表示有收到相关的公文，不过要需要时间来安排甲规划。另外，为着要应变武汉肺炎的疫情，疾管署在去年12月底启动武汉直航入境班机的定期检疫，已经执行12个航班。 有这款症头的有9个人，其中8个人已经排除，另外1个人是交予地方卫生局来继续追踪。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发生查无原因的肺炎，而且愈来愈严重。因为咱华航甲华信逐礼拜拢有直飞武汉的航班，不过工会即马是表示讲，空服员若是想要挂喙罨，拢爱经过经理同意才会使，烦恼安尼防疫会有空芳。 因应中国武汉爆发不明肺炎，疾管署防疫人员会登上武汉来台湾的班机，进行离群进前的检疫作业。华航空服人员表示，从那开始公司嘛讲过，直飞武汉的航班，收餐会当挂手笼，不过挂喙罨，而且经过客舱经理的同意。如果可以再增加说开放空服员自主性戴口罩，应该是会更好的。那尤其是像我们收餐的时候是蹲在走道上。 拿取这些使用过的餐具，那其实这个距离跟高度呢，我们是面对的旅客是非常近距离的。能不能戴口罩这件事情的责任，其实是转嫁到客舱经理的身上。好，结果还要置入报告，那你一看，这一班明明只有100多个啊，又没有很多人，万一呢，如果有人咳嗽的话，你就可以把他调换座位啊，那为什么还要戴口罩呢？这也都可以说是一个说法嘛。那您说，客舱经理到底要不要同意您戴口罩？ 台湾武汉一礼拜有12班直航，其中华航每礼拜1、拜4，华信每礼拜3、拜6拢有对飞航班。疾管署已经排除不明肺炎是 SARS、MERS， 目前到建议空人员挂喙罨，目强的规定。有医生认为疾管署已提出建议，航空公司都移步同意政策去配合。不离个某医生认为除非拢是挂 N95， 无阻止传染的效果并无大。要么如果说鼓励大家戴口罩，那华航就应该配合疾管署的那个目前的办法，就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决定。假如是华航的空服员，他有症状，当然要戴着口罩，没有问题。但你一个正常人戴着口罩干什么？那没有意义的。空服人员表示，因是接触病源的高风险的职业，那希望公司同意因，对那家己选择敢要挂喙罨，嘛希望伫非常时期，针对各种机型，拢会当有充分的防护设备。华航讲，当地家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才会当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乡亲昨昏也是今透早抬头看天顶，敢有看到亲像稀兰这款型的云呢？有这款云到位，就是讲低气压也是方面要接近啊，就会出现这款的现象。若表示讲天气要变天啊。
咱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透早有锋面通过咱台湾的北部海面，了后东北季风嘛会对咧增强，所以今仔日大台北甲东半部会落雨，也毋过雨无大，其他的所在甲外岛也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若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天气就变较冷。即摆是以大冷为主。今日透早各地低温平均嘛只有13度左右。北部、东部日时温度会比昨昏降3度，高温是伫咧22度到23度。中南部的高温是有26度到27度。提醒乡亲，明仔透早温度会搁较低一寡。也毋过这波冷空气走真紧，礼拜五开始各地就会开始搁变温暖啦。拜六投票日的天气会真好。再来关心空气的品质，环保团体昨昏公布上新的调查，台南的 PM10年平均的浓度是全台湾第一关的，第二关是嘉义关、云林关、甲高雄市，也有屏东关。环保团体是呼吁所有的候选人，拢要重视中南部空气歹质的问题。透早北部的天顶雾蒙蒙，能见度无好。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监测网显示，西部云嘉南地区空气品质指标 AQI 达到柑仔色警戒，对敏感族群无健康。有环保团体上线监测发现，空气中 PM10对人体健康有伤害，无符合 PM2.5。若台南市 PM10的年均值每立方米有48.4微克，是全台湾22个县市中浓度第一关的县市。这是赖清德副总统的故乡，而且赖清德他在从立委就主张总统府南迁哦，不是市长时候才主张哦。2016年他还主张总统府南迁。我想我们应该共同来保护、守护台南市。除了台南市以外，其他空气品质不好的地区，佮包括嘉义关、云林关、高雄市佮屏东关。环保团体警告 ，PM10全部都亲像 PM2.5，直接到人体内气泡，所以当停留伫个上呼吸道，其中可能有赖毒素、可溶性的致癌化合物、佮重金属粒子等。会卡伫鼻咽癌的部分，增加台湾男性得到鼻咽癌的风险。比较粗的颗粒，它会留在鼻腔，停在鼻腔，所以鼻咽癌是跟耳鼻喉科有关。所以我们发现它比较有关的是鼻咽癌。另外，国内外医学研究嘛证实，空污微粒可能造成囡仔早产、老人的肺功能受损。环保团体呼吁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应该优先面对空污的重大国安问题，提出具体空污改善政见。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的空气这几天是真正有够歹，环保团体昨昏有去台中市府抗议，批评市府的应变措施无及格。也毋过台中市长罗秀燕是回回讲，空气已经有改善2成到4成，伊会继续拍拼。环保团体挂喙暗伫台中市府头前也标语抗议，不满台中市府这几天对空气无好处理伤过慢，也爱台中市府对大型污染源提出对策，唔通只是要求中火来检讨。就主要针对中火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其他的呢也是要处理啊。第二大的中龙钢铁，它没有被要求减煤，这也是很荒谬的事情。环保署的监测资料到初7下晡5点，台湾西半部空气品质也是无好 ，AQI 指数有63个监测站出现普通，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也各有12个。环团提出文件显示，中火污染排放量算是其他大型污染源几啊倍，不过空污警报却是真慢。虽然要求中火减碳4成，不过对亲像中央钢铁这其他大型污染源，说是自主减量对空污成效有限，市长罗秀燕也出面解说。大概有2成到4成左右的一个进步。那不过呢，一开年109年呢，又来了一波空污。那所以呢，就让我们更加的了解，108年虽然有进步2成到4成，可是还不够。罗秀燕到空气应变指挥中心坐镇，环团也是认为成效无好，佮批评中央。环保署将启动紧急3级应变的 PM2.5勘站，直至超过每立方米超过150微克，将强制降载减80%。市府环保局讲，有确实要求大型污染源落实降载计划。我们都有跟这些大型污染源都有群组及时第一时间通报。事先通报，让他们可以准备做降载。台中市环保局表示，除了甲大型污染源建立通报机制，为1月初3到初6通知全市工厂降载115斤，也针对前30大工地顶高污染业者，要求提悬自主管理。
不过西半部因为伫个北方面，局部地区空污较升悬，这几天空污的情形，要等到东北季风报道，才可能有改善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咱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全球上大间的家具零售商IKEA生产的3个拖的柜仔，伫2017年伫美国有第死一个2岁的查甫囡仔。IKEA 同意提出大约新台票16亿8千万来赔，嘛甲家属达成和解。IKEA 是提醒讲，有买到这款柜仔，要用爱钉咧壁才安全。来看《联合报》，为着要保障外岛也有原住民的高中生考调大学的机会，今年大学的精选1000外的组系组拢有开出5500外的加加的名额，包括台大法律系、财经系拢有加名额，要予外岛甲原住民的学生。来看《自由时报》，苏花改已经全线通车，是规定讲时速袂当超过60公里，也毋过路好驶，大概是世界碰碰桥，真侪驾驶拢超速。宜兰的警方到36点为止，已经开出74张超速的罚单，甚至有车主速度开到97公里，甲省道当作国道来驶。警方讲会抓真严哦，也是驶60较妥当。苏花改已经全线通车，也毋过通车才无偌久，就开出遮尔侪张超速的罚单。警方是讲，即马是先掠驶上紧的超速，若是宣导期过了后，也阁有磅空内底的区间测速，好驶嘛爱照规定的速度来驶才安全。苏花改初六下晡4点全线正式通车，不过限速60公里，通车无到24点钟，已经未少人超速被处罚。敢若是宜兰这段路都开出61张超速罚单。机车我没有注意，其实我就是跟着前车走。限速的那个标示是蛮清楚的啊，60。限速是60公里，本线、外线是都有。那最高的那个速度啊，是出现在今天的凌晨4点43分，在古丰隧道的南下路段。是97公里。宜兰县警局表示，61件超速，伫苏花改下段，东有磅空有5件，南澳到和平有观音磅空甲高峰磅空2个磅空相连，距离较长有12.6公里，超速违规也较侪，分别是30件甲76件。观音古翁它其实这2个隧道其实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一般是以这样子12.6公里的长隧道在看，那距离比较远，可能就是一般六日盖就会超过了。宜兰县警局表示，目前苏花改有10支固定式测速器，已经启用翕相处地超速，未来2-3个月了后，宣导期1个月，会阁启用4组区间测速，严格处地超速。车辆时速超过70公里，就会收到罚单。另外，刑控中心表示，苏花改通车初期以安全为原则，假使未来出现严重塞车，无排除比照出山磅空有关速限。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乌鹰直升机失事，乌阿爸有找到啊！空军即马是按算要甲乌阿爸送去美国做解脱。另外，国防部长颜德发昨日是搁一摆去台北宾馆向往生的将士致意。马赛1楼127，国防部长颜德发徛伫参谋总长辛立明的纪念看板头前，真伤心。7号下晡，颜德发搁再到台北宾馆向8位乌鹰事故罹难将士致意，也伫每一位将士看板头前留下纸条。伫予心一明的纸条写下“另外调系上司患难武强等，充满不甘的心情。颜德发7号早起先到苗栗顺捷的参谋总长室视像馆，黄胜航中校的灵堂念香致意。由黄胜航在死前最后一刻游完守护参谋总长辛一鸣，黄家希望骨头夫用的陪侍总长。颜德发讲，辛一鸣的夫人已经同意入住到五指山啊，可以完全家属的愿望，还有我想也是胜航的心愿啊，也表彰他的英灵。国防部讲，2个人的斗阵安葬在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由辛立明表示，大埔计划成员，空军体育小将张国正加90名大埔特遣队员，7号也到3分钟病院灵堂来吊唁。另外，为着调查乌鹰失事原因，空军表示，乌阿爸的部分判读开设原厂改读权限，已经协调美国在台协会 AIT， 赶紧将乌阿爸送到美国。我们
们的调查委员会与 AIT 的人员做过协调了，那我们会尽快将这个黑盒子寄送到美国，交由美方来做判读。作业时间要多久呢？需要看判读的情况，不一定。那是一般航机没有的，这只有在黑鹰才有的。这一片资料是跟机械设备的状态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卡。这一片呢是美国原厂原始码没有授权给我们。空军表示，这摆实时调查也会收集各项资料，阿巴资料只是其中一项，了后也进一步加其他的事实资料，亲像天气资料、飞行的航迹，收获经历者进行互相比对、分析评估加研讨审查。就专案调查委员会也在45天内底完成初步的调查报告。记者自龙合报道。政治水分明，来看2020总统大选，要拼连任的总统蔡英文甲副手赖清德，昨昏是进行第2天的车队拜票。蔡英文是向少年家发声，讲这摆的选举是咧替少年人、替台湾拼未来，呼吁少年的拢爱出来投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伫高雄屏东出发，沿路上北进行扫街拜票。再起来嘉义县的水上乡，除了甲各党的立委来参选前，佮特别找6个伫海外转来的青年，讲出对台湾未来的愿望，做伙号召青年得去高雄投票。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做什么样的选择，将会影响我们未来国家的发展。所以在这个关键的选战，年轻人真的不要缺席。我们这个选战是为年轻人而战。是为了台湾的未来而战，那台湾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蔡英文强调讲，伫这个时阵要结合所有力量，这届选举嘛要让大家听到台湾人坚定的声音，然后受到真侪支持者的欢迎。蔡英文，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锁定中台湾，伫咧苗栗、台中、彰化等等的所在进行车队扫街拜票。赖清德表示，拄过去台湾民主运动史到最近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拢表现出少年人是改变国家未来上要紧的力量，嘛呼吁少年人回来投票。民主的胜利，通宵的父老乡亲时代，拜托恁一定要把握宝贵的时间，爱继续扣票，而且爱甲囡仔拢叫转来投票。正月10日，咱一定爱冲个管。赖清德呼吁少年选民，就算讲最近1个月爱回来故乡2届，毋过1届是为着国家，1届是为着家庭的团圆。先有国家，才有家庭。甲国家保护掉咧，维护民主了，才回来厝食团圆饭是上好的代志。爱大家一定爱回来故乡投票。选战进入上后尾的阶段，民进党分做4路全台湾的车队大扫街，除了希望会当甲人气转换做选票以外，嘛希望少年囡仔会当把握去年的选票，大家拢出来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伫赢这一边，昨昏是搬戏的舞台剧考试得赢，选举选到尾啊会出什么款后波，嘛继续指控驻日本代表谢中廷，讲成立新文化基金会拢是伫咧操作网军。另外，韩国瑜的副手张善政昨昏是去台中，伊批评台中空气有够歹，爱蔡英文喊互大家好空气。副选立委候选人宋惠丽佮到家人庆安宫拜拜，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到场。庆安宫主委董应虽然是赖清德阿舅，有缘出面接待，两人互动无够偌济。另外，新文化基金会表出，假如何办演韩美政绩，被组织大赛谢中廷批评，韩办乌白看花，无法度好好做外交。韩国瑜也炮灰尽面。怎么谢长廷一下变得这么纯洁的一个人呢？跟我们过去印象中完全不一样。前不久他不在脸书上批判过台湾的政治局势吗？一个驻外大使，一个驻外人员，能够这样子来对台湾的政治以及选举评头论足吗？谢长廷代表，我想应该要先检讨一下自己。对基金会董事长林妙文宣布造假，佮表示要提告，韩办也非常欢迎发言权。韩办也用行动剧显示对手阵营可能出现的后部，高雄民众竞选选举后部108招，收到4000多件投稿。韩国瑜强调，甘愿清气选书，也不爱垃圾胜选。事实上，选举一到，民进党出奥波，已经是几乎妇孺皆知，大家都知道一定会出奥波，只是搞不清楚这一次又要变什么花样？副手张善政是去中台湾副选立委候选人王兴辉，对力赢网军假扮演韩美政绩，张善政强势也真明。
我觉得这礼拜六投票出来都有多少韩粉就很清楚了。现在什么教导那假韩粉没有意思了，这个狗急跳墙啊，就是这样子。大家想想看，杨惠如可以用到那个地步，不只是用他自己的选举经费，还用政府的预算在支持他，大家可以想象吗？你如果想象不到的话，我也想象不到，因为他们这个坏点子已经超乎常人的这个理解范围。张善政也瞄准蔡政府爱大家想3年半过了咁好，同时也对台中连日的空污问题无咧客气，宣战时日泼泼。蔡英文，你还我好空气来！蔡英文，你还我好空气来！记者综合报道。那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昨昏是去南投的指南宫拜拜，伊有讲到讲未来会结合过台面的科技甲创新。宋楚瑜讲伊有行政的经验，若过台面有科技，所以因两个人会使甲台湾的天搭起来。过台面昨昏是伫台中造势，伊呼吁选民唔通互国一党甲国会拢放弃。打路车就受到支持者的欢迎，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早起来南投指南宫，甲民众博感情。宋楚瑜讲，回来南投心内是真激动，嘛讲到当年省长的政绩，真感慨讲，南是迄当阵甲县废掉，互规个行政体系拍乱，台湾嘛袂变甲安尼。除了会议上阵国民党以外，讲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宋楚瑜讲，两个人即马是做伙伫拍拼。郭台铭先生是咱南投的江仔。对不？对啊，也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分进合集，宋楚瑜的行政效率，郭台铭先生的科技创新，台湾就需要这2个最重要的支柱。宋楚瑜表示，这届大选郭台铭就伊真侪人才，两个人的合作早就已经开始，嘛认同郭台铭所提出来的政策。强调讲当选了后会来动用郭台铭的科技专业，郭台铭切切嘛伫咧中部带主地并拼选战，要甲所有的选民做伙博感情。政党票支持3号亲民党。甲企业家的身段放下，郭台铭甲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做伙扫街拜票，全力来拼政党票。这届虽然无参选总统，毋过嘛是希望家己会当家母带家囝，嘛搁一届呼吁国会按2大2小，唔通大一党。2大2小是我的理论。那么这小的话，偏绿的就是民众党，偏蓝的就是亲民党啊。在这2个光谱里面，我是希望人民慎选啊，一定要分离投票，而且不要一党独大。绝对不要一党独大。郭台铭强调讲要拍拼，互小党嘛当去互看到，嘛表示若是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甲邀请代替民众党来徛台，要来拍拼国会第3势力的空间。虽然无开嘴讲，敢是要来拼2024岁总统大位，毋过继续累积家己的政治能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昨昏是伫桃园造势，有人问伊讲，选前之夜敢要甲郭台铭做伙造势咧？郭文哲是应讲，朋友爱多，敌人爱少，所以会甲郭台铭讨论看卖。朋友大家好，阿伯来了，阿伯来了。台湾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哲选前到桃园扫街拜票，为立委候选人优待选情。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选前之夜要甲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共台造势，是不是有空间甲郭文哲共台？郭文哲4两8千金，只讲会甲过半协调。朋友要多，敌人要少嘛，这基本战略嘛。人家10件有5件跟你一样，5件跟你不一样，那就5件合作嘛。那5件不一样就各自各做的，但是不要说因为他有5件跟你不一样，连那其他可以合作5件你都不要嘛，这不是一个好的政治的态度嘛。郭文哲表示，这摆选举虽然有世代对立气氛，但过不如2014年太阳花运动时期严重。不止车队扫街，郭文哲也去直播，讲进军国会理念。第一是示范效用，第二是开始合适，也个评估民进党伫国会席次接近过半，也个讲明年3月后会比民进党全力清算。韩国人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打到都冒油啊，这个。对啊，我在踹了蛋的嘛。预料中的事啊，他不然这么大产业链闲着也是很可惜，不是吗？产能摆在那不用，他们会觉得可惜。郭文哲也5万字控制数，也个讲希望台湾应支持到4年后等以来，是不是伫讲总统大会因人联想，只是到底手上这张总统牌要支持3人，郭文哲有关无愿意讲。这个已经问过很多遍了，我跟你讲啊，如果10年前没有表态，就不会表态的。这个不表态就是我的表态。伊认为甲其他大党小党上大不同，伫强调共赢的社会。伊组成的台北市政府就是实践共赢社会好案例。记者综合报道。
在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波多黎各的南部发生规模5.8的浅层地震，造成真侪建筑物倒去、停电，也有水崩山，当地真侪出名的观光景点嘛受损害。特色外墙的厝倒伫涂骹，厝下边停的车辆互钱到变形。美属波多黎各南部沿海地区，当地6号透早差不多6点半左右发生了规模5.8地震，震源的深度是差不多6公里。Viendo ahí cuando se te cayó a poco la casa. Cogí mi bulto que tenía preparado y arranqué para afuera. Y brinqué por el balcón. Eso es terrible. No se lo deseo a nadie. 这地震造成真侪建筑倒去，土石楼，佮有电火条啊直接倒伫厝顶。当地至少超过25万间徛家停电。美联社记者到现场采访的时阵，佮拄到一届真强的地震。Y aquí nadie dormía, o sea, ninguno de nosotros dormíamos, estábamos constantemente por la madrugada despiertos en la calle porque a las 2 de la mañana, a las 1 y pico, tenían los jamaquiones bien fuertes y todo el mundo, ¿sabes? Salía y estábamos como que en incertidumbre de que si viene algo peor. 除了徛家倒落来，波多黎各有名的观光景点石头的弯拱门嘛，因为地震倒落来。波多黎各为元旦进前的28号开始，就一直有地震。这个地震发生了后，包括同一天暗时10点外，规模5.1的地震，至少有8界余震，好佳在无人受伤死亡，嘛无海啸危机。记者陈世龙报道。本来的总理马林，伊才敢若34岁尔，已经有够少年啊。不过，即马奥地利保守派人民党的头人，今年33岁库尔茨是登去做总理，比34岁的马林也搁较少年，已经成做全世界上届少年的领导人。去年因为无信任压去互罢免的库尔茨，登来做奥地利的总理，变做全世界上少年的领导人。伊甲列党筹组的联合政府，伫咧当地时间初7宣誓就职，这嘛是伫咧瑞典、芬兰了后，后面国家佫出现列党执政。库尔茨进前宣布新政府的目标之一，是要伫咧2040年前达成团中合，超过后面所定的2050年的目标。Und ich darf mich ganz herzlich bei Werner Kogler und allen Verhandlerinnen und Verhandlern für die gute Zusammenarbeit während der Verhandlungen bedanken, denn es war kein einfacher Weg. Die Grünen und die Volkspartei sind zwei sehr unterschiedliche Parteien und gerade deshalb waren die Verhandlungen inhaltlich auch so herausfordernd. 库尔茨2017年领导中央偏右的人民党伫咧大选赢，甲极右派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出任总理，变做全世界上少年的国家领导人。毋过后来发生奥地利版的通俄门，库尔茨受到连累，去互无信任案罢免，变做奥地利史上日期上短总理。去年9月份，奥地利举办国会大选，伊搁一届领导人民党胜选，变做第一大党。毋过外界无认为讲新政府会当稳定执政，完成5年的任期，因为两党的立场无同，列党倡导气候变迁、性别平等，还有多元文化。若是库尔茨讲家己是非法移民的导师，伊真正嘛讲家己袂改变打击非法移民的立场。Die Migrationspolitik wird ein Herzstück meiner Politik bleiben und mir ist wichtig, dass wir hier eine konsequente Linie fortsetzen. Die im Mittelmeer gerettet werden sollen in sichere Herkunftsländer, Drittstaaten. 列党党主席库格洛是担任副总理。15个内阁成员当中，列党占4位，掌管环境部、社会事务部甲司法部。其中司法部长是35岁律师出来的苏迪亚来担任，伊嘛是奥地利史上上少年的司法部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韩的总统文在寅发表新年演说，伊讲要甲北韩建立更较好的关系，嘛希望会当看到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去南韩访问。文在寅嘛希望伫今年的东京奥运开幕甲闭幕，让北韩的代表团会使做伙入场，而且讲拍摄要做伙申办2032年的奥运。 2032년 올림픽 남북 공동 객체는 남북이 한민족임을 세계에 과시하고 함께 도약하는 절호의 기회가 될 것입니다. 南韩总统文在寅7号在例行的年度新年演说，对南北韩关系调画美好的远景。因呼吁要甲北韩领導人金正恩進行新的對話，並且會致力甲北韓以及美國中間的溝通。文在寅講，希望今年看到金正恩訪問首爾。 김정은 위원장의 답방을 위한 여건이 하루 빨리 갖춰질 수 있도록 남과 북이 함께 노력해 나가길 바랍니다.
文在寅也表示，会继续推动甲北韩的边境合作计划，亲像是南北韩跨境铁路甲公路连接。重新启动开城工业园区运作，也有金光山观光事业，并且共同甲具有生态历史、南北韩和解甲和平真髓价值的非军事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为世界遗产。就在其他对外关系方面，文在寅希望促进甲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并且甲日本发展更加面向未来的合作关系。伊指出，即日本撤销对南韩出口管制措施，两国关系有希望快速发展。而南韩的北韩专家是认为，文在寅这篇演说得到金正恩回应的机会增加。这阵访问首尔对金正恩来讲无什么好处，更加何况平壤当局顶礼拜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则讲不爱放弃合作非常试验。南韩军方6号的消息指出，在美伊军事紧张、局势升悬情况下，平壤可能利用华府焦点转移的时阵，趁机会加速研发核子武器。记者综合报道。伊朗的头人苏莱曼尼和美国暗杀。伊朗有大批民众去苏莱曼尼的故乡参加伊的丧礼，不过不幸发生人打人的意外，造成上无有56个人死亡，超过200个人受伤。民众赶紧救倒伫涂骹的人，店的人嘛去看其他伤害情形。伊朗伫当地初7发生严重的大死人意外。伊朗国家总领苏莱曼尼这个月初去美国台死，真侪民众初7伫苏莱曼尼故乡克尔曼要甲送，10月9日发生大死人意外，几乎10个人不幸死亡，有200多个人受伤。苏莱曼尼死亡替中东局势斗争很大。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佮出现伫国家安全会议，表示会由伊朗军队公开执行对美国的报复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则是伫美国初7表示，苏莱曼尼是恐怖分子，杀死伊是正确决定。They were there to discuss bad business, and we saved a lot of lives by terminating his life. 川普进行警告，若是伊朗报仇，美国应锁定伊朗52个攻击目标，包括文化遗产和外界惊一条。川普初7解讲，也遵守法律，犀利的对待伊朗的文化遗产，不过嘛强调伊朗卖学白来。If Iran does anything that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ey're going to be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and very strongly. We're prepared. We're totally prepared, and likewise, we're prepared to attack if we have to, as retribution. 两国互相呛声，互中东局势变更较紧张。不过伊朗进行宣布，未去遵守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第5个流程。外界解读是掠条核协议，不过伊朗副外交部长表示，因的行动无代表停止，或者退出核协议。记者综合报道。行条来印度，印度西北部有一间公立的病院，2天内有10个红婴仔死去。调查发现讲，唔那安尼，这间病院顶个月有100多个红婴仔死去，而且当年有1000多个囡仔死去。消息一出来，真侪家长是惊到要死，赶紧带囡仔转院。印度西北部科塔市这间公立的妇幼病院，顶个月23到24这2天都10个红婴死亡，其中5个是新生儿，其他年岁拢较无2岁。更较恐怖的是，院方证实顶个月有上100个红婴死亡。消息传出了后，病院所在地拉贾斯坦邦政府遂派员去进行调查，发现这间病院的基础设备报告，小儿加护病房53个病床，有超过70个儿童。供应生产设备无合规定，病房无够清气，那这因素拢可引发感染。一个拄生囝的妇人人怨叹讲，病院照顾无好。मैं कल से भर्ती हूँ पर मेरे को कंबल आज सुबह मिला है तो उन्होंने देखने के बाद ध्यान भी नहीं दे रहे हैं वो तो घर से लाए हैं कंबल कल हम बड़ों को सर्दी लग सकती बच्चों को नहीं लग सकती बच्चे तो कितने छोटे होते हैं उनको तो ज्यादा लगेगी ना सर्दी 一个阿公听讲，这间病院红婴的死亡率高，决定退孙选病院。नहीं मतलब दौरे बराबर आ रहे हैं ट्रीटमेंट हम समझ रहे हैं कि सही हो नहीं पा रहा और बच्चे को आराम नहीं मिल रहा तो मजबूरी में क्या करें 院方表示，病院能力确实有报告，不过红婴死亡不是医疗疏失。虽上这间病院为2014年以来都红婴死亡率偏高的现象，但年差不多上升的红婴死亡，目前这个议题已经变作政治问题，引发政党之间互相批评。中政府嘛赶紧派医疗专家去这间病院了解状况，希望提升医疗品质，化解民众疑虑。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搁转来咱台湾来关心2020大选，国际上有真侪媒体拢已经来台湾，但要见证台湾的民主。根据外交部的统计，大约有100间国际媒体，超过200个外国记者来台湾要采访选举。拜六日要投票，决定也积极宣传冲刺。毋但国内媒体总动员，外国媒体也真关心注意。根据外交部统计，有超过200名外籍记者伫台湾采访大选，袂少是有派驻香港甲北京记者调工来台湾。除了甲香港议题有关系，有一寡观察点也甲《纽约时报》报道相款。迄是官员甲专家烦恼讲，中国正伫事件操弄社群媒体，影响选民。To see how this country tries to deal with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which we can see in the US, also in Germany, and in other countries. And besides that, 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because we think it's going to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to China and also internationally. 有的韩国人觉得今天的香港，明天的台湾，是后天的韩国的。香港的压力怎么样的？中国对台湾的压力怎么样的 ？Taiwan and Hong Kong really are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is battle, this ideological battl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so Americans are very interested in seeing how this is playing out and what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learn from it as well. 外国媒体毋但采访总统大选，就连伫卫选前也真注意，尤其是国防外交政策。外国媒体表示，台湾大选是亚洲选举的指标。即阵中国假消息真多，是毋是有渗透，也是会影响选举结果，拢是观察点。就连欧洲政要也组成观选团，瑞典甲爱尔兰拢有议员团来访问台湾，显示真重视。瑞典的国会议员团，它是4个人。丹麦团学者团呢是5个人，还有爱尔兰的国会议员团也是5个人。邻近的国家，日本、香港政界学界也拢有组团来访问。美国大批专家学者观选团7号也到台湾，要拜会各个竞选总部，加观察开票结果。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会举办甲国际媒体记者会，说明国情甲民主选举制度。选后也有国内外经济国际研讨会。记者综合报道。拜六要登票啊！除了拿力的别选举，其他毛小党，亲像民众党、时代力量、绿党甲台湾基进，拢有推出政见，要拼政党票，望第三势力卖当出头天。选举特别到啊！民众党不分区立委被提名人头一位台北市劳动局长罗香玲召开劳动政策记者会，强调台北市推动劳权的经验会使伫咧全国实现，诉求劳资双方应该要有对等协商的权利，伫咧做工会条件也应该下修到10人，政府也应该为源头管理非典型聘雇的劳工权益，禁止人头公司冒人力派遣的工课等等的政见。劳资会议现在是普及率比较高，但是它的保障跟保护性也不足，所以很多人都怪劳资会的劳方代表好像都是老板的应声虫，不敢讲反对意见，是同样的，就是保护网没有建制。那时代力量也行出政见，强调创党到大一直拢伫咧监督政府，未来伫咧国会也会制定经济间谍法，停止中国透过各种金流渗透台湾。第一是对抗侵略，完善民主防卫法治。第二是防治红媒，真正捍卫言论自由；第三是经济自主，强化基民产业的保障；第四，监督把关，防止中资扰乱市场；第五，就是刚刚我提到的普世价值，让台湾为民能够走向国际。抢政党票，绿党主张完成结婚登记，而且通过收养囡仔条件的同性伴侣会使做伙收养囡仔。那台湾基进党是为屏东用车队扫街，强调主权自主化，让台湾少年人有守护台湾的机会。随着要登票啊，小党杀政见，选民有要接受无？真紧就有答案。记者陈立峰、阿敏金、田玉水台北报道。选举要到位啊，谣言嘛特别多。最近就有人在回，在讲关市合并，民众的身份证若无去换新的，就无法度去登票。那内政部长徐国勇是回回讲，乌白讲无影无只，根本就无这款代志。2020的大选就伫咧拜六，啊，毋过最近网络有假消息伫咧风声讲，或者地址的关市合并，或者是升级，民众若是无换身份证，会领无选票。徐国勇出来否认。你身份证上面的户籍写的是台北县什么什么乡，一样可以投。上部什么整组的什么选务人员被换掉了等等，这都是谣言啊！这个我们都会查办，我们也不客气的讲，这个会破坏整个我们选举跟破坏社会的治安。
市高雄强调讲，这段时间警方真拍拼伫查贿选要维持清气的选举，而且针对有摕旧式身份证袂当领选票是解说讲，则讲的是民国75年的第5代身份证数量是真少，比如若是摕民国94年全面来换的第6代身份证都无问题。选择进入上下尾阶段，网络面顶的介绍是真侪，尤其是针对中选会，包括起用指控涉嫌换选票、计票做手、开票检察员是救援检裁判等等。面对外界质疑的声音，中选会嘛宣布，这一切拢是选举的谣言。在这个投票跟开票时，其实也都有中国国民党、民主进步党以及亲民党这个各党派各族所推荐的这一个监察员在场监票。中选会提出6点要注意的代志，包括投票要查身份证甲印仔，手机甲摄影器材袂当走入去投票所，选举票必须要用选委会准备的转票工具来转票。还有投票迄天袂当补办身份证等等，嘛呼吁选民唔通黑白相信网络的谣言，或者是来转达假消息，若无可能会违反总统选罢法第90条、公职选罢法第104条的规定，相当会当罚5年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远东航空昨昏无准时发去年12月份的薪水，予台北市的劳动局发105万。那交通部长林佳龙昨嘛讲，民航局已经向交通部提出建议废除远东航空的许可证。停飞中的远东航空机场柜台敢若剩地勤留守处理退票，远航12个薪水无如期发放，即要过年啊，年终奖金甲薪水什么时阵入效也毋知影。交通部证实，民航局已经提报废止远东航空、民用航空许可证，公文已经送到交通部。民航局有他的判断，也因此呢提出就是废照的建议。那因为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充足更详尽的理由，所以再请他们补充理由的说明。交通部强调，因为远航有2/3航线是国内线，有关离岛疏运，所以要求民航局以民用航空法内底各项指标来检视远航是毋是适合继续经营，提出补件。无论远航是毋是废照，交通部拢备案。对此，远航回应，希望交通部再给因一摆机会，伫确定无法度如期发放薪水。董事长张光伟已经调集一级主管，提出投资人的意向书，表示资金真紧就到位，到时阵会补发12个薪水。张董有确定有这个投资的团队愿意进来评估，取得远航全部或者是多数的股权，还有经营权，请同仁再给公司一些时间，这样子坚守岗位，会有好消息的。不过，远航主要受信银行合作机构表示，远航有来申请解决一部分债务，不过即阵也无看到钱入来，若是钱有入来，就解除假扣押，要做远航来发薪水。但昨天到下午，我们收到的讯息就是薪水发不出来，4-5千万的薪水加上1000多万的加班费，已经明确跳票。我还是想要请问交通部，你们的政策是什么？你们劳动部到现在要启动什么样的一个保护机制？到目前我们没有知道任何的消息。劳动局表示，对着远航欠超过2000万实质借款部分，会送到中央重大路政会议，呼吁依法限制负责人张光伟出境。记者综合报道。警方按诈骗银行去贷款，高雄银行进行内部的调查了后，是认为讲前总经理王进安为着要让这个贷款赶紧通过，提供无正确的消息，所以高雄银行即马按算要对这个已经退休的前总经理提出赔信罪，嘛爱伊赔2亿9500万。高雄市议会庆富案件调查专案小组爱高雄银行调查，当时4天就去逮获庆富17亿400万，真侪老瑞男利用保证金深受所失。专案7号报有新的进展。高雄银行对着已经退休的前总经理王进安提告刑事赔信罪，也有民事损害，要求赔偿2亿9500万块。王进安在说明的时候呢，他就说，第一个好像那么急的话呢，好像是。才代表他的履约能力很强啦。实际上，这个国防部通过以后呢，有20天的时间给他准备。银行认定王进安有行政疏失，在上部董事会提供不实资讯，可能误导董事会对庆富的财务评估。对此，王进安无出面回应。不过，去年12月被执行核贷计定有疑点时，王进安就把录影片来发冤枉。这个案子是如期的收回。而且也赚了2000多万元的手续费，
针对庆富公司是我们一家往来的一个老客户，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他的征信都是正常的。对高雄银行携带调查，高雄地检署早就以他立案办理。高雄银行提告有辜的被并案处理，专案小组认为应该搁再追查，决定携带常务董事加独立董事。但是行政疏失是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希望做到的是对于整个决策责任的追究。这个我们也只能尊重了。事实上，这是政治操作，跟我无关嘛。在3天这个选举过后，这些消息通通会通通消失了。调查小组爱高雄银行3月提出针对常务董事、独立董事的调查结果，验过林文燕强调，常务董事会是依照规定携带，伊的任期也刚到今年6月，无因为调查而提前是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中亚有118亿的资产，和东山会并起来。中亚因为不满提出控告，昨昏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裁定东山会要停止执行。伊就是讲，要未确认中亚敢是不正当的东山进程，这资产袂使共限制。中亚伫咧2018年去互东山会认定做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所以伫咧西门町的新世界大楼、中亚八德大楼、中亚文化城等等的名下资产，总共118亿，去互东山会冻结。中亚诉要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停止执行，搁捌去互驳回，毋过最高行政法院发回经裁了后，台北高等法院中心审理，初7裁定中亚控告成功，资产会当暂时去互改动。是后来已经脱离了国民党实质控制的这个附随组织的话，那代表说它会有一个独立在国民党以外的第3个资本主。法官审理完之后呢，认为说这个原处分如果不停止执行的话，可能会导致申请人难于回复的一个急迫损害。合议定指出，就算中亚捌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嘛已经拢过去啊。即卖伊是独立的商业组织，伫咧诉讼还未认定中亚敢是不当东山进程，资产若是继续互冻结，会致使商业运作面对市场信任的危机，损害嘛会继续扩大。其实去互东山会认定做国民党附属组织的救国团、中共妇联会，嘛拢有向法院申请过停止执行冻结资产。毋过东山会表示，目前中亚是东山会第一件完全提告失败案例。针对裁定出来的结果，因是感觉真不满。我想我们表示遗憾，而且我们觉得不满。这样的裁定会影响到未来中影认定为不当取得财产后的财产公产的收回。东山会提出中亚2017年甲2018年营收从5.63亿增加到5.67亿。虽然讲中亚无因为去互认定做是国民党附属组织，就出现收入降低的问题，毋过嘛质疑伫咧官司还未确定进程，中亚就已经甲资产换手，甲公司挖空是要安怎，所以会阁提出控告。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官司，这是台大政治系教授苏宏达，进前伫伊的面册批评国疆的政策，所互检调认为是讲是假消息甲上班。也毋过，树林地方法院是认定讲，苏宏达的影片是伊个人的意见，是言论自由，所以裁定毋免罚。台大政治系教授苏宏达2018年11月，家己录影片批评国疆政策。在我看来，那根本是民进党要在2025年之前完成消灭故宫的文化大革命。调查局认定，国疆针对这影片已经伫2019年7月19澄清是假信息。毋过，影片依然被转发万外摆，警方将专案以涉嫌违反社会法，函送树林地方法院。诉院认定苏宏达是表达个人意见甲合理评论，是言论自由，裁定免罚。被移送人播放影片，发表言论在前，故宫专业澄清稳在后，尚不得以此推论被移送人在脸书发布时明知不实，而且被移送人之言论既然是属于意见表达及合理评论，不因为事后相关单位之澄清而变更其性质。去年苏宏达捌以这案例伫面册讲家己被政府查水表的经历，如今得到法院裁定免罚。记者伫结果依然无法度摕到伊的回应。这案件引起监察委员关心，已经决定申请主动调查。另外，国民党批评总统蔡英文扼杀言论自由，国安局有内部系统，应禁止私人群组。国安局澄清，建立经济信息通报平台是为会警，毋是监控，佫无可能亲自整合一个社群网络，也秉持行政中立原则执行政务。希望大家理解佮支持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做法。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11月份，高雄有几个台语社团做伙举办1个月长的台文博览会，创造全台语的环境，希望把台语文、台语融入去日常的生活。虽然讲即马活动已经结束啊，也毋过推测台语文并无重点。下暗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帮节目，咱来看因是安那把台语文落实伫咧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敢知影？其实民间有不少台语社团，像高雄都有5、6个。其中，东港台语开讲社的社长吴家明特别发起台文博览会，办1个月活动。普通时啊，伊就真热心推广台语。你若长期接触就是台文相关的社团啊，还是讲读册会，你会发现讲少年朋友其实足少的。啊，所以台文博览会其实想要办，就是因为讲想讲青少年朋友伊敢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去伫伊的生活内底是有接触到台语，也是讲台文这个物件。和其他本土语同款，台语社群嘛有个人化现象。台文博览会的志工，大家私底下拢用家己的方式来创造台语环境。但是面对台语环境流失、甲家庭母语教育适应的问题，要是需要学校教育来当推测。台文博览会志工带行文，就是讲少的台语老师。这是虾米会？这是米粉茶。米粉茶，无可能一礼拜学一节课，你的台语就会写叫。英文老师无遮尔厉害，不过你上了台语课，你至少是欢喜、是快乐的，对这个语言是有真好的期待，毋是对伊片想的，感觉伊足粗俗的，所以这个态度是一个足基本的要求。教育部自98年开始，伫国小推动本土语言必修，逐礼拜上1节课，互学生认捌台语的文字含用法。嘛希望透过教育，并认同社会对台语无好的语言态度。虽然台文博览会已经结束，不过会当伫生活当中继续实践讲台语，才是上要紧的代志。记者卢尚如、丁凯文、丁凯峰综合报道。世界真心色，咱来看缅甸，昨昏有推出1000块新的纸票，顶头有印缅甸的国父昂山将军，伊是带领缅甸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领袖，嘛是昂山素季的老爸。伫缅甸阳光军行头前摆真侪人，拢是想要大选摕到新钱民众，因为即摆新办的1000块，有缅甸人介意的国父昂山将军。因为十几下了，你东西了，哇，有部没对了，我嘛地就靠了，对了对，就那了，人家留在地前啊，留在那个嘞，地不残留，你不知不起样喎，就那拉单子了。昂山将军是现任缅甸国父主席昂山素季老爸，也是带领缅甸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军事领袖，伫缅甸受尊敬，不离个只要向暗杀。1988年，缅甸军政府掌权了后，缅甸的钱一直拢有动不到。即摆换新钱计划由执政的3个民主联盟所推动。行出军行，为咗民众笑甲真欢喜，展出家己手提新钱，个人提钱咧金，看起来真感动。就算摆真久，也是感觉真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那印尼是按算伫咧2024年要迁都，最近有公布新的城市都市规划设计的比赛结果，得到头奖的设计是一座有武林的都市，政府也阁有商业办公室，也阁有主体，落放伫无共款的所在。上重要的是保留几片的绿地。建筑包括真大的热带雨林甲湿地包围，这个甲自然生态结合的绿色都市设计，是印尼2004年迁都婆罗洲东加里曼诞生了后，未来新行政首都主要的外观。印尼官方最近对超过750件来比赛设计中，建出新都规划比赛优胜者。那前3名的作品，拢会当象征印尼的文明进步，加环境友善特色，mau带念后代子孙使用条件。Hutan menjadi inspirasi kita di dalam membangun. Bagaimana kita belajar kota ini menjadi bagian dari ekosistem alam yang terintegrasi. Dan itu juga menjadi satu langkah awal kita untuk
首长设计甲总统府、国会甲司法机关设置的首都北部中心市商业区、主体区集中伫南平。另外，佮起一座人工湖，安那湖的四周围有纪念碑、宗教中心、甲广场等各种设施。设计团队想法是一座紧密城市，建物集中，互民众用行的，就当到真侪所在。安那差不多5600公顷土地，有超过一半的劳作绿地。不过，印尼当局表示，应该参考另外2组得奖的设计团队，甲国际专业人才意见来打造成都。预计明年1月份会带近3名团队成员去成都实地调查，为中央政府的区域开始规划设计。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是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5度。外岛是13度到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